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即时请大家闭慢心，开始今仔早起时的敬拜，请奏乐。全地着向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用俄罗入伊的院，着感谢伊俄罗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三甲来吟圣诗第38首，圣诗38首，俄罗全能的主上帝。请起立，吟全首。求你救。
请咱大家永远徛咧，用四道圣经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修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场必来到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信徒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告我，永远活命。阿免。请坐。交托启应文，启应文第40篇。启应文第40篇，我来启大家来印。我有看到主坐伫宝座，伫真悬的所在。伫个四围有16名天使，我伫树后。圣哉，圣哉，圣哉！万军的统帅上主，伊的阳光充满全地。门厅为呼应的声震动，天地茫茫。迄时我讲，因为我是嘴唇无清气的人。我的目睭有看到主，万军的上主，有一个西拉夫天使陪我伫我遮。将炭握伫我的嘴唇讲，你的罪我已经除去。我阁听见主的声讲，我通找啥人？我就讲，我伫遮，请找我。阿门。三个后头，同心来祈祷。慈悲疼人的主阿爸爸上帝，我感谢你，你创造万物，佮照你的相来创造阮人类，也为着疼阮，伫创造世界大生。定着伫基督内面竞选阮，想使阮有永远的活命，通成做你的囝儿。总是阮伫即个世间，肉体有侪侪事欲，常常会受到诱惑、试探，直到跋倒。主啊，你为着要救赎阮，照你的旨意，你所安排的日子，找你的独生囝耶稣基督，道成肉体。来到世间，为了要担当阮的罪，受着侪侪的苦难，顶死伫十字架顶，流出宝血来洗清阮所犯的罪，佮对世人中告我，互进来信靠伊的人，通来得到赦免，称做义，佮想使阮有新的活命，甲基督同做护士，也受选成做你国度的祭司。你的疼极大，你的恩典满满，阮深深感谢学了你。总是阮有缘要有罪恶的本性，紧做歹，便当行好，有侪侪软弱甲过失。阮伫遮要来深深悔改认罪，求你赦免阮，怜悯阮，通过耶稣基督所流出的宝血，搁一遍来洗清阮的罪。互阮伫基督内面学习顺服，互阮真诚得到完全。亲爱的主耶稣啊，你是世界的光，对你的人无行伫暗，反倒要有活命的光。求主你来帮助阮，行伫光的内面，通一世人来跟对你，服侍你，尊叹你伫加利利。互遮个门徒的大使命，四位来传福音，为主见证。今仔日圣的主日，我正兄弟姊妹围垒伫你的施恩宝座前，要领受你对顶面来教示。
你的话是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是阮活命的饼。你讲，互人活哩就是神，肉体无利益。你所甲阮讲的话是神，是活命。阮决志要一世人来跟对你的话，行你所欢喜的事，为主来活，尽忠到死。阮即时特别为了陈牧师来祈祷，恳求你圣神来充满伊，互今仔日所传讲的信息，刺杀阮的心灵，圣神帮助阮，无掠家己罪已经得到，独独全无一项，就是袂记后面的事，记头前的事，按所查的表来走，到得到你伫基督耶稣对得命来吊阮的想。今仔日阮相时要来召开临时会会，求主你圣神即时运行伫阮的中间，感动阮，通过阮的手选出合你心意的种子，来服侍你，推动教会的事工。愿你的旨意得成，伫地日亲像天日，祝福阮今仔日选举的程序，一切拢顺序来进行。当我要将这个圣会对头甲落尾，完全交托你的圣手，求主分别做成，愿圣神充满阮在座每一位。即时我要奉主耶稣基督对死搁活得胜的尊名，吩咐撒旦离开这个所在，袂会搅扰阮逐人的心思意念，互阮通专心致意领受你的真理。今仔日无来兄弟姊妹，阮也为着因来祈祷。无论伊是出外的，也是破病倒伫床里，求主你有缘保守因、看顾因，甲因三甲伫咧。愿一切尊贵、权能甲荣光拢归乎你，平安归伫阮每一个人。愿咱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三甲来看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新约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马太福音28章对18节到20节，这是我的强读。耶稣跟我来对因讲：天顶地的权已经拢总互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父、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有命令恁的，就教是因手，搁我日日甲恁伫咧，到世间的落尾。以上，愿上帝祝福今仔听见的话，搁去行的人。即时来赞美，咱要请圣歌队，因今日要赞美的题目是《你爱举目》，请。
正道，牧师今仔日要甲咱分享的题目，上帝国的大使命，门徒训练，就是咱请牧师。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一讲道大声，咱先继续掀开咱的圣经，以及咱周报后壁页，就是咱大纲的即个部分。咱会当一面来看上帝的话，一面做笔记，然后做伙来探讨。今仔日咱要来探讨门徒训练的基本精神甲态度。要做门徒训练，坦白讲，毋是只有教人技巧、教人技术，也是讲一篇方法论，互咱知影就好。门徒训练若是无圣经的根据，也是讲来明白上帝的心意。我要讲的是，安尼门徒训练，检测会训练出一群教会门徒，却毋是基督的门徒；会变做教徒，却毋是军队耶稣的学生。咱会详细去想，即两款是无共款的。望今仔日的信息会当互咱有更较深的一个思考。袂继续分享大声，咱搁一摆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拣选阮来成做天国的子民。阮享受到一你的恩典下面，阮对未来有盼望，有喜乐。总是阮正做你的子民，上宽有义务以及责任，就是爱跟对主耶稣，正做伊的学生，跟对伊的脚步来传福音。主上帝，今仔日我们要召开临时的好会。要来选出长老甲执事，主上帝，这是一个真特别通过选举的一种呼召甲竞选。总是不管是牧师、长老，也是执事，虽然阮有安尼的名分，总是阮相共款，拢是基督徒，拢是耶稣的学生。所以愿主上帝，互今仔日被选的人，拢有安尼的态度甲备办心，也愿主上帝白白赐福，互阮其他的信徒，就算讲无正做长老甲执事，总是上帝有缘互了你，起来正做祭司、利未人安尼一个身份。愿主上帝，互阮今仔日所领受的信息，倒一摆互阮得到反省。倒一摆，互阮得到激励。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伫传福音，也是讲培养门徒的即个态度，咱必须爱持守伫主耶稣互咱的教导内底。咱做来读这段经文，请。萝卜未超过主人。学生拄到的迫害，甲老师同款；萝卜拄到的，甲主人同款，安尼就有够。意思是讲，主耶稣伊伫传福音的过程中间所拄到的遮个代志，门徒白白也会去拄到。耶稣安那拄到苦难，安那拄到迫害，正做问耶稣的学生，上款会去拄到遮个代志。相共款。主耶稣以及培养门徒的过程中间所拄到的代志，教会上款会拄到，这拢是正常的代志。咱若是对马太福音的25章，就是主耶稣所讲的终末论的这个预言的话，我要讲的是确实的。耶稣伫25章又讲真侪终末论这个预言的这个预言，也是讲故事是确实的。伊是咧讲啥？伊的意思是讲，并毋是人人拢会得救，并毋是人人拢会得救。可能安尼一个假释，甲咱较早听到无共款。咱会想讲啊，反正上帝是满有慈悲疼痛的上帝，绝对到最后每一个人拢会得救。
总是主耶稣以及马太25章所讲的，毋是安尼。相反，咱伫教会内底，咱真用心去做门徒的栽培。总是毋是每一个互咱栽培、互咱看教的人，最后拢会当成做门徒。主耶稣用3档的时间，本身成做门徒训练的一个好的款式。伊每一项代志，拢做模范，互伊的学生来看。总是人的心，若是无伫主耶稣的身躯顶，看是咧看，听是咧听，最后人永远会按照家己的私欲，家己来做主。主耶稣过活了后，去到山顶，就是照约束好的即个所在，去到山顶集合的即个门徒，剩几个？剩几个？耶稣原底呼召12个门徒，对无？今仔日的经文去到山顶集合的剩几个？你毋知吗？11个、13个、12个，剩11个啦。呼召12个门徒，哪会剩？哪会减一个？主耶稣伊捌甲门徒教示话，伊讲啥物话？来，咱来读这段经文，请。透到外面迄个门说，迄条路尾找到的人真少。耶稣原底呼召12个门徒，总是伊过活了后去到山顶集合的，剩11个。安尼缺席的迄位是啥？谁是缺席的那一位？犹大嘛。总是出卖犹大，出卖耶稣的犹大，伊是3档的时间，敢毋是对伫耶稣的身躯边吗？耶稣安怎做，伊毋是对咧做；耶稣安怎讲，伊毋是对咧讲。3档的时间，甲主耶稣遮尔亲近，是安那最后犹原将耶稣出卖？问题是出伫倒？问题就是出伫军队主耶稣，毋是只有外在的模仿啦，不是只有外在行为的模仿。爱伫即个内在的灵性，以及对上帝国的心，嘛爱亲像主耶稣相共款。换一句话来讲，军队主耶稣爱甲主耶稣相共款，有伊的心肠啊，也有基督的心肠啊。所以，咱的门徒训练，未来咱教会门徒训练，绝对毋是只教因技术、教因技巧，还是讲互因讲一个方法论。更较重要的是，咱的门徒训练是爱培养咱信徒家己，爱操练家己有一个基督的心肠。阿门。咱若比人讲，咱爱有基督的心肠。既然犹大伫迄个所在来缺席，那安尼剩落来11个门徒，伊的灵性就真正有较好吗？这11个门徒灵性有比较好吗？因真正对上帝国就较明白、较有信心吗？马太伊安那来记载剩落来这11个门徒，咱做伙来读这段，伊安那讲，请。咱详细来看这段经文哦。因记得耶稣就甲伊拜，不过有人要得安那？有人嘛，对无？啊啥？有人啊是啥？写啊马太一个所在，伊明真知，啊伊就写有人，伊写就爱把伊名写起。其实马太一个用意是真趣味的。伊伫即种无讲明是啥的即个情形下，其实是要讲即个团队无法度互人会当信任，因为要讲明嘛。啊，因即个人，因即群内底吼，有人要咧邀伊啦，啊啥，拢无讲出来。马太这位作者用即种互人感觉真爱约的方式记载，其实有伊特别的用意。
对犹太人来讲，因对这个圣洁的这个观念非常的这个强调，因将注重这个分别罪性。咱若是看利未记，若是讲是犹太人的团体内底有一个人犯太哥，犯太哥啥意思？华语是麻风病嘛。有人犯太哥，总是无讲明是啥犯太哥，然后大人讲啊，这群人内底吼有人犯太哥，有人犯太哥，啊总是无讲名。请问你会安怎感觉？啥犯太哥？我要甲你讲，对外口人来讲，特别对犹太人是，即群人全部的人拢犯太哥啦，拢犯太哥是安那？利未记安那强调，犯太哥的人爱特别安那隔离出来。啊，总是你无要做隔离，你无要分别出来。你讲啊，因内底有人犯太哥，啊，无要讲清楚是啥人。啊，犯太哥的人游玩一内底的时阵。对外面的人来看，这群人拢安怎？拢犯太哥。所以回头来看，马太讲：哦，因你拜耶稣，暗过有人要你妖言，啊啥？啥？大家人拢有可能拢是妖言的迄个人。不过，这个门徒是咧妖言啥物？这门徒因所妖言有三个方面。有三个方面，咱做伙来看。第一，因咧邀伊讲，即因面头前的即位，敢真正是因军队的耶稣？伊就去互钉死是你个钉啊？伊真正有割活吗？死人割活是真的吗？你邀伊即件代志，伊敢真正有割活？第二项，因咧邀伊是带着惊吓，啥讲带着惊吓？因为当主耶稣受礼的时阵，即群门徒到一边啊，拢安怎？拢逃走去。因咧惊吓是，毋知影要安怎面对主啊。我的老师去往掠的时阵，我既然逃走，即摆我搁回来，我毋知影要安怎面对主。第三，就算讲伊真正相信这是主耶稣，总是耶稣伊得胜的过程，爱面对啥物货？面对苦难，面对压迫，面对济的受苦，因安尼来想的时阵，因会开始来邀伊家己，我敢通得安尼继续军队落去。这条得胜的道路是遮尔艰苦，我待白白安尼受苦受压迫，我敢通得继续安尼军队落去。若是讲因有遐尼济的邀伊的话，也无因到底是咧拜啥物？伊毋是跪落来拜吗？啥心内阁邀伊？因这拜一个家己即怀疑的一位上帝，因这拜一个家己无啥人捌的上帝，甚至因拜耶稣只是惊报应，敢毋是？甚至因的敬拜伫这中间嘛无成色啊，因为因一面拜。一面来拒绝，可能主耶稣倒一届甲呼召，来甲邀请。其实马太一只安尼记载，是要来提醒初代教会一件代志，就是讲恁咧传福音的时阵，恁绝对爱互人真清楚，恁所传的这位耶稣，伊是一位啥物款的上帝？第一，这位耶稣是一位啥物款的上帝？是家己割活得应允，会当互人安那割活的上帝。这是咱传福音的时阵，第一爱互人知影。咱所敬拜、咱所军队、咱所仰望的，就是迄位互人割活的主上帝。主耶稣是一个见证。第二，咱所敬拜、尊重的这位上帝，是满有慈悲怜悯、无快快受记的这个上帝。第三，伊是一位邀请人甲伊做伙同工、做伙传福音，为着上帝国来拍拼的上帝。阿门。恁今仔日心内想的拢是等下要投送吗？先专心一讲道顶面，咱先专心一讲道顶面，
第一个就是互人格外的上帝，第二个是无快快受气的上帝，第三咧，邀请人同工的上帝。当然，主耶稣一只真清楚伊的门徒啦，因为耶稣会当看到人的心，伊知影即群门徒跪落来搭拜，总是心内安那犹豫，所以伊就行动来行我去。有无？咱来看咱的圣经，主耶稣敢有一个行动？伊咧拜巡，耶稣做啥物款动作？近前来，主动的亲近接近他们，尽情靠近因。然后甲因自我介绍，交代工课。主耶稣一只的行动是带着怜悯以及赦免的一个行动。虽然伫伊受难的时，军队伊的这个门徒，逐个四散逃走，检查耶稣已真失望。总是当伊割活了后，妇人人将耶稣割活的消息甲门徒讲。门徒相共款，勇敢壮胆，倒一摆来到耶稣的面头前。然后主耶稣并无甲因赶，主耶稣并无甲因责备，主耶稣予因第二届的机会。当这个门徒跪落来甲因拍拜的时阵，主耶稣并无开嘴开始检讨这个门徒过去的这个过失，而是骂这个门徒讲。是安那恁甲我放杀？无，主耶稣拢无甲因检讨，无甲因责骂，无甲因责备，都反倒亲自主动甲因亲近。这位得到新的肉体形体，佮得到天顶地的权柄的上帝，伊第一个当伊割我了后，伊向人所表现出来，是伊慈悲怜悯的一个形象。各位兄弟姊妹，咱每一个人拢有软弱、跋倒的时阵，总是主耶稣更较爱咱伫软弱跋倒的时阵来亲近伊，来亲近伊。主耶稣毋茫讲，咱伫软弱的时阵来亲近伊，伊就要互咱气力，伊要甲咱安慰，伊要甲咱扶持。而且咱详细来看圣经哦。咱详细来看咱手头的圣经，主耶稣安慰人的这个方式，足特别，足特别。请问门徒过去是伊受了的时阵逃走，即马倒转来大拍败对无？总是耶稣敢有出嘴讲：啊，恁这个门徒我怜悯你，恁这个门徒我赦免恁。请问恁若是互你的朋友出卖，还是讲？明明约束好，要做伙来拍拼啥物代志，中途逃走。当迄个人倒转来时阵，你敢有毋茫伊会当来你抱歉？会不会？你拢会期待别人甲咱抱歉嘛，对无？然后你讲赦免的话，你讲饶恕的话，总是耶稣伊并无出嘴讲啊，我原谅你，我怜悯你。耶稣直接讲，甲因分享啥物话？未来的目标，耶稣直接甲因分享未来的目标。耶稣用安尼的方式来表达伊对门徒重生的接纳，重生的接纳。包括主耶稣自我的介绍，伊嘛无讲明伊家己是啥呢？伊并无讲啊，彼得、雅各、约翰，我是耶稣哦，较早你对我迄位哦。耶稣嘛无特别安尼自我介绍，伊直接引用先知但以理的即个话来自我介绍，伊介绍家己的地位甲权柄。耶稣伊真少用啊，我是上帝囝安尼来自我介绍。来，咱做伙来看，是安那耶稣伊会运用但以理的话来自我介绍。咱做伙来读，请。
袂无去，伊的国位的确无废无。来，但以理是异象的中间，伊看到啥物？伊讲有一个亲像安那人的款，亲像人的款。啊，其实这就是咱华语圣经所翻译的啥物货？人子啦。咱后边也讲人的款就是人子。吼，人子的意思啦，吼。啊，这位人子伊安那坐伫天顶的云，安那所有的官兵、英光、国位拢归互伊，对无？然后伊刷来，伊讲啥物货？要互万百姓、万国、万丘卡人拢安那来服侍伊，伊的官兵要安那永远袂无去。主耶稣伊甲门徒的自我介绍，无来讲，我是耶稣哦，我是拿撒勒人，你较早对迄位哦。耶稣毋是讲这，耶稣直接讲，先知较早预言的迄位，就是恁即马拍败的，我就是迄位。耶稣用安尼方式来自我介绍，为虾米？因为伊有任务要交代互门徒。既然主耶稣的国我，以及伊所得到的权柄，来表示讲上帝拯救的计划一定成就。安尼，互万国万民拢通过主耶稣来亲近上帝的计划，嘛爱继续落去。主耶稣伊交代门徒啥物代志？伊讲恁去，恁爱去互万民来做送的门徒。恁手头拢无圣经对无？伊讲安那，恁去，恁爱去互万民安那做我的门徒嘛，对无？啊，头寡耶稣运用的是旧约圣经对无？我要讲的是，咱千万毋通误会讲传福音这件代志是新约开始才有。一旧约时代，上帝原底就是要使用以色列人来传福音。因为过去，上帝毋望这个世界的普世价值，就是人人拢活伫光明的中间，白白享受尊严甲和平。总是今仔日来到新约的时代，伊爱要这门徒去传福音，互人成做耶稣的门徒。总是要加入教会安尼一个团体。耶稣讲啥物？你爱奉爸、囝、信神的名，甲因安那行洗礼。奉爸、囝、信神的名，甲因行洗礼。总是这对一生论的犹太人来讲，真有挑战。特别是迄个时代，你甲犹太人讲，吼，迄位拿撒勒人耶稣，伊是基督。是救主，是上帝的囝。这个代志其实对犹太人来讲是真冲突的。所以主耶稣伊才会选择伫割瓦了后，来到山顶来显现。咱伫看圣经的时阵，咱要注意一件代志吼，只要地点，迄个事件地点发生伫山顶，圣经的事件出现在山顶、山上，这拢有特别的用意。因为山顶对犹太人来讲，是上出现伫遐个所在，是上帝出现的这个所在。所以，各位主耶稣，伊选择伫山顶，各位了后来显现伊家己。显现家己是要来按这个门徒强调三项代志。第一项，因为这个门徒一面拜，一面邀伊啥物货？这个人讲是各位主耶稣。所以主耶稣第一爱强调的是，割我这件代志是真的假？真的假？是确确实实的。恁未来去传福音，这件代志爱传落去。主耶稣若要割我，咱今仔日毋免坐一只。安尼你听有我的意思无？主耶稣若要割我，咱今仔毋免坐一只啦。因为死人无割我，无毋望，无未来。今仔日咱坐一只。就是表示讲，主耶稣敢有割我，有割我，咱才会坐一只。每一个主日来敬拜上帝，来做伊的门徒。第二，主耶稣的割我是上计划好的，是上帝早就计划好，然后有来成就，是对旧约时代的计划好。第三，
基督给我的启示，安那是信心、同在甲帮赞。咱知影讲主耶稣伊3档的传道过程，信心拢甲伊3个伫地，互伊智慧，互伊口才，互伊能力，然后赢过隆重的试探。阿门。咱每一个基督徒传福音过程中间，拢会拄到试探甲挑战，所以咱爱呼求送甲咱3个伫地，信心甲咱3个伫地。所以奉爸囝信心的名受洗，是对上帝三位一体的神性来信任甲告别。而且三位一体的这个教义，是要互咱明白讲，咱得救是伫上帝计划内底。佮通过主耶稣基督的这个牺牲，以及信心的感动，咱通会当成做上帝的子民，成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而且，咱都是信心所带的这个圣殿。来，对牧师讲一解：我是上帝的子民，我是基督的学生，我是信心的殿。那安尼，咱伫做门徒训的时，咱必须爱互无道友、新朋友来明白三位一体上帝的神性以及慷慨。来，咱做来看，第一，咱要互因知影啥物代志。咱得救会当成做门徒是啥个计划？是上帝计划哦。今仔日咱会当成做耶稣的门徒、耶稣的学生，咱家己敢有功劳？毋是讲我做啥物代志得到这个积分，咱无功劳。咱我可是啥？主耶稣互咱的恩典，以及是伫价顶流血所互咱得到。第三，门徒传福音是我靠家己，还是我靠信心？信心。所以咱有安怎的温顺才情，请咱毋通骄傲，讲我足高，我足厉害。因为自头到尾是啥？互咱能力？是信心，互咱温顺甲能力。在门徒训的时阵，必须爱讲啊真清楚。安尼看来，主耶稣伫山顶是咧邀请伊的门徒，甲伊做伙来同工。即句话听好清楚哦。主耶稣是邀请门徒，甲伊做伙同工。主耶稣毋是甲工课交代了，做伊就天，然后地上的代志拢无要管。耶稣毋是安尼，耶稣是邀请咱做伙甲伊来同工。因为宣教的事工，门徒自头到尾，拢是倚靠主耶稣基督的同在。来，咱后边来讲，传福音是靠主的同在。每一届咱做宣教的事工，请咱会记得常常安尼甲家己提醒。因为你无安尼提醒的时阵，你会开始想家己的办法，照家己的私欲，照家己的意思，咱会家己做主，咱会家己做主。所以宣教事工一定爱甲家己讲，咱是甲主耶稣基督同工。宣教的整个的过程是谁做主？是主耶稣基督做主。然后非常的重要，谁啊讲咱爱常常来提醒咱家己，安尼来咱来读即句经文，请。假是因遵守我互恁一切命令，因是啥？未信者嘛对无？无道友新朋友对无？啊，恁是咧讲啥？特别人讲，就是咧讲你啦。假是因来遵守耶稣，互咱一切啥物货命令，啊，反倒来讲，咱要教别人来遵守耶稣的命令进前，咱家己安怎？咱家己敢来先遵守，啊，咱家己无遵守，干那讲你爱遵守，人敢要插你？啊！你家己都做袂到，都要叫人安那？都要叫人做对无？其实这件代志，我做牧师的人，我嘛是常常提醒。
徛伫即个讲台顶，啊，逐礼拜安尼甲恁讲，但是讲了后，我嘛是爱转去祈祷啊，讲主啊，我干那安尼一直讲，一直甲因教示，我家己讲做会到，我家己讲做会到，我嘛是安尼常常提醒家己。所以咱爱清楚，主耶稣伫山顶，伊是邀请门徒甲伊做伙来同工，甲伊做伙来同工。伊毋是交即个工课交代了，做伊就天，然后传福音的代志，互咱家己做主。安尼讲听有啊？所以宣教事工，上是主，基督是主，咱是同工，咱是奴仆。所以教会要做门徒的训练，真正毋是干那牧师要开课，咱做伙来上课，看牧师要教咱啥物款的技术，互咱讲啥物款的方法论，技巧是安怎？毋是安尼啦。门徒训练毋是学技术、学技巧，知影一个方法论啦。门徒训练是要互咱家己来提醒家己，一定爱温困读圣经，然后呼求信心的同在，互咱明白上帝的旨意，互咱知影上帝的心意是啥物，然后咱去实践。啥要安尼？因为门徒训练的教材，毋是手中的册，毋是遐个工具。门徒训练的教材是啥？来，甲咱别人讲，咱家己就是教材。爱听我意思无？咱要教人门徒训练，咱要传福音，咱家己就是教材啦。毋是讲牧师，要做门徒训练，你有啥物教材无？有啥物册无？有啥物工具？有啥物器材无？后摆你若来安尼甲我问，我绝对是两粒目睭一直来看。你是咧讲啥？你就是活我的教材啊！你甲我讲教材是倒位要创啊？今仔日咱若是无操练家己有基督的心肠，无迄个上帝国的精神甲态度的时阵，真正咱用对一套拢无路用。即马逐间教会我用啥物款的系统？我用啥物款的策略？我用啥物对一套？总是咱真正无基督的形象，无基督的芳味，真正对一套拢无路用啦。以咱传福音，咱宣教，咱做事工，我可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同在，互咱开力，然后咱互伊做主。阿门。最先学生的时，我就常常听到边仔的同学，也是地方教会人讲咱用性命来影响性命，用生命影响生命。我相信你有讲听过这句话对无？有无啦？有嘛？总是要用啥物款生命？政治站有一个人伫电视真暗嘛，一群人穿紫色的衫，然后对伊做这个动作，对无？这会送感恩师傅、赞赞师傅嘛，对无？对无？师傅嘛，妙禅嘛，对无？系啊，伊敢有用生命影响生命？有啊，一群人拢对伊安尼做，对无？来，恁对牧师安尼做，你看你无要插我，不要理我啦，莫插我。总是咱回头来想嘛，咱要用啥物款的性命去影响别人？咱要用啥物款的性命去影响这个社会，影响这个国家？通过今仔日咱所领受的经文，牧师一只整理出5点。这5点，咱用这5点来操练咱家己，会当来影响这个社会、国家，影响别人的性命。第一个，咱对犹太得到的启示，就是讲，咱绝对爱弃掉这个信仰，勇敢壮大，行到最后。因这段经文一开始，12个门徒都有一个缺失，迄个是啥？犹太。咱牧师一只甲咱口劝，我们千万不要成为缺席的那一位。咱毋通将做缺席的迄位，爱弃掉信仰，
勇敢壮大，行到后面。这确是一个好的见证。第二，咱会尽咱的一生来追求认捌上帝，明知影讲咱所敬拜、尊重迄位是一位什么款的上帝。虽然我即马做甲牧师，但是我毋敢讲我完全认捌上帝。今仔日咱要选出长老甲执事，嘛毋是讲咱外教，只是咱有特别的职务甲义务责任伫咱的身躯顶。咱有缘爱谦卑伫上帝面头前，尽一生来认捌咱的上帝。第三，既然上帝通过主耶稣基督重新甲咱接纳，无看咱过去的错误甲即个罪犯，今仔日咱面对别人的时阵，咱会相共款去接纳别人。阿门。每一个人拢有过错，每一个人拢有软弱，拢有过去，总是咱学耶稣相共款。怜悯、赦免、原谅、重新接纳。第四，门徒训的时阵，咱绝对爱教清楚三位一体的这个教义是啥物，互伊知影讲咱得救是上帝的计划，咱会当做门徒是上帝予咱的恩典，咱会当传福音服侍是信心予咱恩赐甲快乐。第五，就是头我一直咧讲的。传福音这个宣教的事工，耶稣基督永远做主，咱不过是同工，咱不过是奴仆。咱做伙来祈祷。主上帝，感谢你竞选阮，会当互阮成做主耶稣基督的肢体。不管阮担任什么款的职务，长老也好，祭司也好，会长甚至是牧师，阮拢不过是教会的肢体。教会头是主耶稣基督，伊是主，所以一教会内底，不管什么款的事奉，甚至是宣教、传福音这个代志，主上帝。恳求你的神常常提醒阮，会当互阮明白，阮必须爱倚靠主耶稣基督。主啊，阮伫传福音的过程中间，绝对会面对侪的挑战、试探，甚至是拒绝。总是主耶稣过去嘛拄着遮个，所以恳求主上帝无互阮累积，乃是知影讲老师所拄着的，学生。平平会来拄着，也愿主上帝你的神帮助阮，伫阮开始做这个福音的主力，伫阮开始要有新朋友，或者会欢迎会进前，主上帝恳求你的神，大声互阮活出基督的心肠，互阮内底有基督的精神，有上帝国的看起，会当有基督的香味。上帝形象伫阮的身躯顶，因为阮本身就是门徒训练一个活活的教材。愿主上帝，你会当接纳阮安尼的恳求。愿主上帝，你来正安尼的一个脚步。主，阮将堂教会大大小小所有的代志，拢交代仰望伫你的面头前。原来向你祈祷恳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接着咱继续来吟圣诗，学罗上帝。圣诗543首，我爱学主的款式。请大家起立，念全首。
请坐，下面咱来奉献。即时咱请副上主事穆桂英执事来施献。请大家起立，三个人吟奉献的诗。请坐。下面我来报告大声，请咱大家来读今仔日的经部。好，谢谢。我先来读一遍，大家对我来读两摆。既然我所命令恁的，就驾驶应守，搁我日日甲恁伫咧到世间的落尾。马太福音28章20节，再请。既然我所有命令恁的，就驾驶应守，搁我日日甲恁伫咧到世间的落尾。马太福音28章20节，来。既然我所有命令恁的，就驾驶应守，搁我日日甲恁伫咧到世间的落尾。马太福音28章20节，请咱大家先开旧报第一页。顶周的聚会情形，甲后周，阮遮有这侍奉人员的名单伫遮，请咱侍奉的人备班心，后礼拜来这个所在来侍奉。第二页，周间的聚会，请咱来看，大家若有时间来参加，遮的团契活动，甲遮的运动。下面呢，教育部的课程，咱有遮真侪课程，咱希望大家拢会当参与，伫遮来受造就。第三页，小组聚会，咱这每一个小组拢有这个时间表伫遮，小组聚会的地点，请咱大家来参与这个小组。第四页是教会的这代祷事项。第五页，奉献的明细，请咱家己看。然后订单的所在，遮的长级来提出更正。第六页，消息报告。今仔日咱南面要来召开临时会会，要来选举后年度的遮个新的长级，遮个名单是即个所在。来，我来三个来读。即个长老的候选人有2位，是简成甲王丽泰，我竞争省略哈。有相片出来，来我遮说介绍者，来遮看咱遮个相片哈，我来叫你名，大家来看一下。因为顶届吼有人讲当即个人名有但是即个人我毋捌，所以咱特别用即个相片大家来看一下。长老是简成甲王丽泰
执事的候选人是王文光、黄腾义、林家和、刘廷圭、萧素娥、陈素妍、赖建义、黄约瑟、叶立义、蔡乃平、李振玉，咱大概有看过。OK， 咱念伊来召开和会时，大概来选举。第二，咱即时要来举行敬老节即个庆祝。我若叫着名的，因为这免来免来这台前，伫咧徛迄个所在徛起来就会使去。我即摆叫90岁甲99岁，敬请相录，即个资深的前辈。彭谢满玉、贾万玉、刘在清、简章佑、陈燕、陈阿全，人无伫遮的袂要紧，那个家属嘛会使个代表咱中一斗帮忙吼，咱中一来。来长老、长老来斗本的李军，有家属嘛会使代表啊？有啊无？90到99岁，来，冇100岁哦。小妈妈100岁那个拍一个扑啊咧，这100岁了。哎呀，这属灵的前辈啊，要我无啊？没有好来，继续咧是80岁到89岁，我才叫名若叫着名的呢，请你起来。陈高桃、宋陈秀凤、郭晶英、陈佑兰、林雪香、李往熙、简除桂花、刘锡鹏、庄淑丽、李秋蕊、陈华山、杨卓华、萧朝选、陈之妙、陈秋专、潘瑞琼、蔡吴春、谢景、陈碧莲、林月斌、陈美桃、陈兆明、黄李金銮、蔡素莲、卓徐佑、李金梅、苏红梅，我咧叫你名的啦，请你起来，站在原位就好啊。徛伫原位就好。咱咧顶落，再分这礼金互恁也恁祝福。来，领着咧，请坐请坐。个梁林雄，我老高去梁林雄，梁长老。他有80啦，有吧？有了姐姐，你是80还是70？79？还没有，还没有下一个我领着来请坐。还有谁啊？我叫我这名单呢别家己想，叫我这名单。那还没有领到的，领到了领到了请坐。来，我这摆来叫70到79的而且那个还没领到了。长老，他领到了请坐。来，70到79岁70到79的，来我叫名咧。王万居，这梁林雄拄则80岁蔡景业、赵淑英、许宗友、许阿美、陈六柱、林敏宏、林陈淑贞、钟清新、吴秀娥、李张碧霞、林雪梅、梁玉水、陈浩然、陈各明、贾珍、林张茂、苏优莲、赖秋美玉、黄吴美惠、陈正达、李秋桃、李庆章、陈淑贞、徐雪英、庄慧珍、陈林素珠、李曼英、涂秀莲、陈基正、陈文荣、陈玉凤、黄朝勇、庄玲荣、黄碧霞、张富国、林素慧、陈玉棉、林武雄、陈慈、罗黄爱美、潘秀义、蔡月珠、陈秋花、戴玉燕、张美惠、张彩凤、王秀燕、邱红石、曾清水、李卓月妹、张红山、黄美芬、林公平、吴应辉、李彩云、王明仁、罗仁松、李茂成、刘先觉。这叫你名请你起立，先起立啦若是迄个
若是迄个无伫名单的内面的人吼，嘛，没有在名单的人吼，若是70岁到99岁吼，嘛欢迎你起来哈。领受阮的祝福，来资深的前辈。没有在名单里面的哈，若是70到这个99岁，我们欢迎你起来哈。没有关系，嘿。好，领导人领到的来，请你坐哈，免得重复。好，领导呢就请坐。我们请牧师来给我们祝福祷告。好，咱做来做一个祝福的祈祷。亲爱天父上帝，今仔日阮一只来举行中庸的敬老，就亲像你圣经所写的安尼相共款。白头章是因的冠冕，也是智慧的记号。感谢主上帝，会当互阮一教会内底有遮尔侪信仰的前辈，诚做阮祈祷的快乐，诚做阮的智慧，嘛诚做阮的好的款式。愿主上帝帮助因，伫即个年岁时，有缘是专心仰望来追求信仰，会当互因勇敢壮胆来起条信仰，行到落尾。也愿主上帝你的信心常常甲因相合伫地。保守因身体健康，一境顺遂。也愿主上帝会当帮助遮的长辈，将因好的信仰会当继续传承，互伊的子子孙孙，互因的后代，互因的子孙后代拢通起条信仰，继续来到主上帝你面头前，来交替你，来敬拜你。愿主你的大快乐甲智慧。常常甲因相合伫地，愿安尼用你仰望、祈祷、恳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报告，10月份的地月中心长老是王浩杰长老，执事是张伯钧甲简陈主事。下午1点，伫702会议室要召开10月份的定期中执会，请中执出席。会后要继续来召开小会，请小会员出席。安尼先选出来才长老，嘛欢迎你来参与。第5点，要开放2020年的上半年度1月到6月行事历的计划表，请各部部长、团契首长甲区长伫11月初3以前缴回办公室。先开第7页，后主日。第1场甲第2场的礼拜要举行圣礼典、圣餐式，请兄弟备办心。下午1点伫705教室来举行2019年甲2020年的即个中级甲团契首长同工的训练会，请新旧人的中级、团契首长甲同工来准时出席。教会消息。2020年的团契会长的名单有选出来，才新的团契会长。上林团契是李庆忠长老，夫妇团契林章洲长老，辅路团契尹丽芳姊妹，得胜者团契是陈素妍执事，霞青团契是郑亚忠兄弟，圣歌队是赵美珠执事，倒球社是张美惠姊妹。吼，圣诞歌。今仔日起要来开始有教，即个要到尾的人吼，定期到11月初10来10指。口味有梅啊、绿豆、绿豆，甲雪盐盐雪3种，单价是每一个15块。若要买的人呢，请你去6楼用宋记堂干事来登记缴钱。10月甲12月，新干公这个册已经来啊，欢迎会友到6楼办公室来领取。第4项。照下面的日期吼，牧师要带领咱领袖呼召甲训练，请各团契甲同工来做伙来配合招收，回应使命，共同来传福音。对象是全体中级各区邀请的同工甲关心的会友。日期是10月13后礼拜，甲10月20到11月初3
时间甲地点拢是下午1点伫7控议会议室。具体消息，咱即个主题吼，陈正峰团队老爸蒙出文调，昨有举行个别礼拜牧师为协助安葬礼拜，请大家为族来代祷。主内是徐硕人长老，伫9月22蒙出文调，咱定10月初7，明仔载啦。明仔载早起9点半，伫桃园市立殡仪馆和平厅来举行安息礼拜，请咱为族来代祷。教界消息，花莲美港教会伫10月27下午3点举行陈正峰团队的红木修职感恩礼拜，圣歌队要前往献诗，请咱大家为因代祷。另外，教会有补助一台交通车，若要来去参与即个盛会，伫4楼公报栏来签名来登记。咱预定是30人到40人，才有即个车或者要来去。若是无够额的时阵哦，请咱家己啊来备班车家己去参与吼。成立中会教社部的净滩活动是10月12下午后礼拜六下午3点半到5点。净滩的地点是大安区的德维的渔港。报名的人吼，一人是200块，教会补助100哦。到10月初7明仔载13报名哦。其他详细即个活动咧，请咱看4楼的广告栏。其他消息，合作社是今仔日中昼12点伫7控议会议室要召开合作社理监事会，请理监事准时来出席。咱即前要来举行10月份的庆生会，10月份的庆生会，我当叫你名的，请你来台前吼，接受大家的祝福。后礼拜吼，这是后礼拜，下礼拜，是的。好，下面咱请牧师来补充报告，来介绍新的朋友。来到第一届来到咱中间的新的朋友，也是久无回来。看一下咱边仔，敢有看起来青分的？无啦吼。吼，伊无算青分啦吼。来，咱的新学生自未来的一个学期，要搁直接来到咱的教会实习。林义君新学生。相信大人对伊无青分啦吼，因前暑假的时间就来到遮，牧师嘛真欢喜，会当甲伊做伙来同工，做伙来学习，吼。所以义军伫咱教会实习中间无客气，咱会当来指导，会当来指点，也是提供伊真好的一寡的建议，诚做伊未来牧会的即个帮助。好，接续咱就要来进行即个临时的和会。就是长老甲执事的即个选举，自当天即布置即个投票的遮个物件的时，牧师有几件代志要来直接报告，要来直接报告。报告进前，牧师要先提醒咱一件代志，虽然咱直接要来投票。总是这游玩是礼拜的一部分，这是礼拜一部分，所以咱继续用庄严、肃穆、敬虔的态度来进行。牧师直接来报告，咱详细来听。桃园教会在职的会员是325名，325名。现在扣除请假93名，所以应该出席。是232名，所以过半数是117名，过半数117名会当来参会。咱今仔日礼拜日来进前，咱有签名，咱有签到，所以实际的人数是169人，所以咱参会。咱感谢上帝拍谱啊！今仔日的和会咱有来参会169人，所以来详细听，既然169人的时阵，每一个受选人的这个票数绝对爱过半数，85票
85票才算是过半数。安尼敢有详细啊？85票是过半数。后来再说，因为等下要节省时间，节省时间，所以长老甲祭司会详时来进行，长老执事同时进行。长老的票是红色的票，祭司的票是黄色的票，黄色的票。后来，今仔日长老要选几名？来，讲一届选几名？2名。祭司选几个？6个。好，即摆咱有一个问题爱详细。当咱摕到长老的票的时阵，对无？你有看2家？若是你的祈祷有感动，恁2个候选人拢空起来，知影我的意思无？选票毋是2选1，是你2个拢有感动的话，你2个拢也空起来，安尼无问题，因为咱是选2名，安尼了解啊吼？了解好。祭司的部分是选几个？6个，但是你若空超过7个，安尼算啥物货？废票，所以你爱详细算，6个就是6个，吼箍仔爱箍清楚，毋通压白做，吼好。选票刚爱签名，毋免签名啦，吼。后来，然后咱来投票投对，是阮的东港一只算票的时阵，有邀请即个互助社，一节中间要来做报告，会来做即个报告。好，牧师一只要大声讲，咱投票会投几届？投票会投几次？总共投几次？几届？3届啦。大饼人讲投票投几届？投3摆。当然，咱若是第1摆，咱就选出6个，安尼就无问题。安尼讲听我意思，第一次就选出6个就没有问题。第2届安怎？若是都无选出来时阵，相共款，一样。如果6个的话，我们就停止。但是来到第3届的时阵，是安怎？相共款是照即个票数，照票数过半数，安尼继续来选。安尼讲听我意思啊？好，若听有话，等下长老即唱名的时阵，咱就一个一个出来选票，然后投对。真实的透过即个柯秀龙长老的即个家属有来到咱的现场，毋知人讲都有伫现场。他已经先离开了吗？离开了吗？离开了。好。好来，下面我来这个读名吼，来叫着名的来头前领选票，长老就位，要发票。OK 吗 ？OK 吗？好了吗 ？OK 好，好了，我来唱名。来，王浩杰、邱慧玲、陈秋花，叫你名来台前哈，你要选票的。赖建成、刘佩君、萧素娥、杨卓华、陈碧莲、刘惠美、黄碧霞、彭信燕、苏优年、赖秋美玉、赖建义、黄淑慧、黄约瑟、赖冠飞，楼顶的买使落来接哈，楼上的，许玉娇、曾美云、陈维民、吴秋红、
林富祥、叶淑美、陈建州、陈玉绵、郑雨彤、潘瑞琼、蔡以如、黄嘉怡、黄腾义、赖义林、黄亮渊、王秀燕、蔡俊煌、潘以文、萧慈敏、陈根志、郑欣宜、于继平、于明月。有人在楼上吗？来通知他一下，通知他一下。简丽兰、陈秋信、彭秀芬。哦，太急了，好。彭秀芬，房月珍、林嘉文、蔡素莲、苏红梅、宋水泉、李应灿、蔡秋慧、陈瑞香、刘俊荣、吴丽玲、罗庭轩、蔡乃平、陈美桃、黄吴美惠、王廷玉、李金美、张正义、陈祖德、庄淑丽、林敏红、林陈淑贞、陈怡亨、周雪梅、曾月凤、张富国、林素慧、陈柏言、郑雅雅、黄李秋香、李秋蕊、吴传兴、周慧珠、彭家富、陈淑贞、张伯钧、
苏怡玲、柯明伟、廖慧英、柯怡婷、柯宏斌、郑凤阁、吴秀娥、蔡锦之、何义婷、何怡珍、戴怡卫、卢敏珍、李曼英、林继英，谁没签？好。你签在这上。潘秀义、张玉燕、吕淑霞、闵韵如、李卓越书、任珍妮、李文圭、贾珍、苏丽梅、简晨、简除桂花、赵淑英、林嘉禾、陈世云、穆桂英、林武雄、叶立义、陈庭贤、张雅敏、郑惠美、周黄美香、陈美智、简汝嘉、李庆章、简秀柱、黄朝勇、庄玲荣、黄慈辉、李正义、朱美玲、李正玉、谢旭升、谢明俊、谢家珍、戴玉燕、
林丽玉、陈慈、林素珠、陈振清、李茂成、蔡美娟、林瑞淑、刘扩辉、庄巧妍、薛丽华、陈佳瑶、林漳州、吴丽云、梁林雄、蔡锦业、黄传俊、温立竹、刘泰山、沈雅莹、田丰春、陈素妍、赵美珠、许凤恩、梁慧玲、萧朝选、陈之妙、李娟秋、刘生祥、于美莲、陈郭晶英、吴秋敏、吴慧婉、尹丽芳、彭玉锦、叶华云、宋继堂、林春美、吴文仁、黄玉佩、黄专文、李延慧、王怡礼、宋玉英，有没有来的没有签名的？好，来，胡翠明呢？签个名。来，现场你一定有够有来，啊无签到名，无抢到名的，请来头前。没有签到名的，请到前面来。来头前先签名，然后较领这个选票。恁绝对爱有签到，然后才拿选票。哦，要签到，要报到才拿选票。嘿，爱先签到。要有人无签名的无？来前面补签名哈，补签名了以后再领选票。好，牧师一只报告几件代志。第一，头挂一开始宣布的时阵，实际的人数是169名，过半数是85名，
总是咱的统计时阵是以发票数为准，发票数为主，发票数的谢谢过半，才是我们当选的标准。没有了哈，我要投票了。好来，签名。领选票了呀？哎，我还没领，来，你签。你是说这个？哎，领选票，你签过来，我叫人名字。好，伫等的中即整理这的票的时阵，即个合作社会出来报告，总是要抢票的时阵，合作社就先暂停，就先暂停。来，庆祝到了圣诞节，因兜咧斗，圣诞节。来，你人有现场头挂无抢到你的名的，请来到头前签名报到，然后领取这个选票来投票。请咱兄弟姊妹唔通提早离席，请咱爱坚持到落尾，请咱坚持到落尾。好，整理票，来，好，我们开始开票。不，他们先整理。喂。咱即摆合作社要来第二次的社员教育吼，要来第二次的社员教育。咱拍播完了，互咱迄落，咱一条我再来讲一下吼。咱桃园处局合作社吼，这是咱桃园合作社的名称啦吼，的名称。过来就是咱处局合作社是一群吼，即咱家己会当看一下吼，是一群有关系的人来参与伫即个合作社内底。吼，咱食做合作社员，咱变做爱清楚吼，是一群共同的关系吼，诚做咱合作社的人员吼，的人员，即咱我咱家己来看一下吼。来，这是咱处局合作社服务的标章吼。咱处局合作社服务的标章，嘛是咱本国以商标的指定吼来服务咱的标章吼。来，咱全世界通用的精神标章，就是这几项吼，互咱会当搁较清楚一遍。来，咱延续1849年德国的南部吼，因产业革命。带伫引起即个贫富的特殊吼，所以讲无法度获得合理的借款，所以讲受到高利的贷款压症吼，所以讲来剥削生活不堪言吼。伫迄个中间，咱有发起吼，即个社会上甲即个经济上的问题，上好的解决方式就是，互咱会当家己帮助咱家己。咱合作社就是对遐开始吼，伊个。自助合作社的原则，正做组织第一处局合作社。咱沿革欧洲的发展，伫农村信用合作社具备迄个礼法语吼，德国南部正做即个吼，伫遐开始1849年来创立贫农救济的合作社，吼，伫遐有淡薄失败了后，咱搁成立起来。来，咱搁继续。信用合作社的老爸徐儿子吼，伊是伫1850年开始对城市，伊是一个制鞋的工人，手工业以及小生意人中来组织贷款合作社。了后，咱才正做处局合作社的发展的基础。伫有生的年，对法律的学历甲实际的组织工作来非常的成功。来，咱搁继续吼。佮延续到即个所在，伫加拿大，咱即个一个省的时阵吼，伫遐来1990年，伫遐来成立第一个社，以提供社员贷款、消灭高利贷为宗旨吼，一生组织150个社，并终身担任一对伫宋乡的即个工人来组成第一个社的社长。
来，伫美国的发展，上大的赞助人是即个菲林吼，上大的组织家就是白金伦。伫1908年推动处局合作社，1909年成立第一个社，并担任菲林捐款，加做全国处局合作社推广局局长。1934年来组织美国处局合作社联盟会，后来咱阁继续落去。好，这咱家己看吼，阁刷落去。处局合作社传播全世界，自1945年美国成立世界推广部，1971年成立全世界处局合作社的议事会，确立处局合作社对下面到伫顶面。来，阁继续落。国际处局合作社发展的即个历史吼，咱对遮家己来看，分布全世界。90几个国家的合作社的理念，互因有鱼通去食，不如教因吼要怎样来掠鱼，并咱讲的市场是伫倒一粒，咱的处局合作社的宗旨吼。过来本国发展的简单的历史的规矩，咱对遮咱家己来清楚来看一下吼。来，搁落去，来，咱家己来看吼。来，咱家己来看。对伫88年的4月，咱的国家对曾金生理事长来得到全世界处局合作社议事会理事。咱伫88年，咱的国家产生一个参与伫世界处局合作社议事会理事。89年1月，立法院通过处局合作社释法的修正案。明定处局合作社中央主管机关为内政部处局合作社的设立、管理、监督甲辅导由协会来办理，回归一科化的管理，并免除处局合作社所得税甲营业税。来，91年立法院通过处局合作社修正案。明定处局合作社为财团法人，股金颁纳为社员的意义，却有处局的性质，却是处局股金无达100万个，其股息所得的免税。91年11月，立法院通过将处局合作社纳入行政院各部会政策性的金融贷款办理单位。过来，94年，来，不要紧，按过来，过来。即个社会的现况吼，伫108年9月30，咱有社员人数有692个，股金结存有1亿66,11066,90631啦吼，资产总额是121,203,078，放款结余咱还阁有存3,962,64,629元。创下到今仔日，咱的贷款社员有751,34750，平均每笔的还款31,860块。来，咱本社服务团队第一个义务的职责，就是理事有9名，干事有5名，教育委员有3名，专职人员有1名。来。咱办公的时间是拜一、拜二、拜四、拜五，礼拜上午9点到下晡5点。就是讲，咱若有需要要来处局合作社办代志的时，咱是拜一、拜二、拜四、拜五，礼拜上午9点到下晡5点。所以讲，安尼讲起来，就是讲拜三伊休困，拜六伊休困。恁若有要来到处局合作社，就是安尼吼。受理贷款申请。办公的时间，放款的协谈时间是每一个礼拜中昼12点。就是讲今仔日就礼拜12点。本社的联络电话是0333240663转231。咱的专职人员是叶淑美姐妹，叶淑美姐妹互以上。
希望大家欢迎加入咱桃园处局合作社。本社的使命就是以非为盈利，为救济，乃是服务为宗旨，以改善社区生活、增进社员的福利、促进社区发展为目标。来，无咯？好，以上吼，多谢，谢谢。好，各位兄弟姊妹，头挂是来。好，各位兄弟姊妹，咱详细来听。头挂咱第一轮的选举，长老甲执事发出的票数拢是163票，163收回相共款163票，163，所以咱的过半数就是82票，过半数是82票。现在长老要来唱票，长老要来唱票。监票过来这里，来。1号、2号，好，来开始唱票哈。没，等一下，安尼会的。好来，1号1票，2号1票，1号1票，2号1票，1号1票。2号1票，1号1票，2号1票，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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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1票，2号1票，1号1票，2号1票，1号1票，2号1票，1号1票，1号1票，2号1票。1号1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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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号1票，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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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1票。接着你过来这边，我摕你到，迄是好的。1号1票，2号1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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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号1票，1号1票，1号1票，1号1票
2号一票，2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1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1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1号一票，1号一票，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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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一票，2号一票，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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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一票，1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1号一票，1号一票，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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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一票，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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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一票，2号一票，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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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一票，2号一票，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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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一票，2号一票，2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2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1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1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1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2号一票，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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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一票，2号一票
1号1票，2号1票。哦，来，大给你。来继续哈，1号1票，2号1票，1号1票，2号1票，1号1票，2号1票，2号1票，1号1票，2号1票，1号1票，2号1票，1号1票，1号1票。1号1票，2号1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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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号1票，1号1票，2号1票，1号1票，1号1票。2号1票，1号1票，1号1票，2号1票，1号1票，1号1票，2号1票，1号1票，1号1票，1号1票，2号1票。1号1票，2号1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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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号1票，2号1票。1号1票，1号1票，2号1票，1号1票，2号1票，1号1票，2号1票，1号1票，1号1票，2号1票，1号1票。2号1票，1号1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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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号1票。以上唱名终止。做唱是吧？来，我来看。一个给一个那个。我还是给票的。你发票，然后我来。你收。收票在对面。没关系，就在旁边收。那你去那边收。好，我来这边收。啊？那个废票，那个晚上，那先个人。哎。 1号1票，2号1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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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号1票，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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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号1票，4号1票，5号1票，7号1票，8号1票，11号1票，1号1票，2号1票，6号1票，7号1票，1号1票，3号1票，5号1票，6号1票，8号1票，9号1票，1号1票，4号1票，5号1票，6号1票，8号1票，10号1票，1号1票，3号1票，5号1票，6号1票，7号1票，10号1票，2号1票，1号1票，6号1票，7号1票，2号1票，3号1票，5号1票，6号1票，8号1票，9号1票，1号1票，3号1票，6号1票，9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8号1票，1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6号1票，2号1票，5号1票，6号1票，7号1票，8号1票，10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6号1票，1号1票，5号1票，6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7号1票，9号1票，1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7号1票，8号1票，1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9号1票，11号1票，5号1票，6号1票，10号1票，11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7号1票，8号1票，2号1票，6号1票，7号1票，8号1票，10号1票，11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6号1票，5号1票，9号1票，11号1票，1号1票，3号1票，5号1票，8号1票，10号1票，11号1票。2号1票，5号1票，9号1票，1号1票，3号1票，4号1票，6号1票
7号1票，9号1票，1号1票，3号1票，4号1票，6号1票，7号1票，10号1票，1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6号1票，7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5号1票，8号1票，9号1票，6号1票，9号1票，1号1票，2号1票，5号1票，6号1票，8号1票，10号1票。好来，各位兄弟姊妹，咱即马只抢票嘛咧统计，所以请咱的即个声量会当降哦较细声，甚至讲莫讲话，吼，甚至讲莫讲话。啊，咱便当摕到，你若是真正巴肚枵，会当先来使用。以上，请咱唔通声音伤大声。1号1票，2号1票，3号1票，5号1票，7号1票，8号1票，1号1票，3号1票，4号1票，6号1票，7号1票，9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6号1票，9号1票，11号1票，1号1票，5号1票，9号1票，1号1票，5号1票，6号1票，7号1票，8号1票，9号1票，1号1票，4号1票，7号1票，9号1票，1号1票，3号1票，5号1票，7号1票，9号1票，11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7号1票，8号1票，1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8号1票，11号1票，6号1票，3号1票，6号1票，9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5号1票，6号1票，9号1票，1号1票，2号1票，4号1票，5号1票，7号1票，8号1票，1号1票，3号1票，5号1票，6号1票，7号1票，8号1票，1号1票，3号1票，6号1票，7号1票，10号1票，11号1票，1号1票，2号1票，6号1票，7号1票，9号1票，1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6号1票，7号1票，1号1票
3号1票，4号1票，6号1票，7号1票，9号1票，没关系。1号1票，2号1票，4号1票，5号1票，7号1票，9号1票，1号1票，2号1票，4号1票，6号1票，7号1票，9号1票，1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7号1票，8号1票，1号1票，2号1票，4号1票，5号1票，7号1票，8号1票，1号1票，3号1票，5号1票，6号1票，7号1票，11号1票，3号1票，6号1票，7号1票，8号1票，10号1票，11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6号1票，1号1票，2号1票，4号1票，5号1票，7号1票，8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5号1票，6号1票，1号1票，3号1票，8号1票，10号1票，3号1票，1号1票，6号1票，7号1票，8号1票，10号1票，11号1票，没关系。2号1票，4号1票，7号1票，9号1票，2号1票，5号1票，7号1票，10号1票，1号1票，3号1票，5号1票，7号1票，8号1票，9号1票，1号1票，3号1票，6号1票，1号1票，3号1票，6号1票，7号1票，9号1票，2号1票，5号1票，7号1票，8号1票，9号1票，11号1票，1号1票，3号1票，4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9号1票，10号1票，11号1票，1号1票，3号1票，5号1票，6号1票，7号1票，1号1票，3号1票，6号1票，2号1票，3号1票，5号1票，6号1票，7号1票，8号1票，1号1票，2号1票，3号1票，4号1票，11号1票，1号1票，2号1票，6号1票
7号一票，8号一票，9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4号一票，5号一票，7号一票，6号一票，11号一票，1号一票，3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9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3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8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6号一票，9号一票，7号一票，8号一票，9号一票，7号一票，8号一票，9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4号一票，7号一票，8号一票，9号一票，6号一票，1号一票，3号一票，5号一票，6号一票，7号一票，10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3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2号一票，5号一票，7号一票，8号一票，10号一票，11号一票，1号一票，3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10号一票，11号一票，1号一票，7号一票，10号一票，1号一票，1号一票，3号一票，4号一票，7号一票，8号一票，11号一票，2号一票，3号一票，4号一票，7号一票，9号一票，1号一票，4号一票，5号一票，6号一票，7号一票，10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3号一票，5号一票，6号一票，10号一票，1号一票，3号一票，5号一票，6号一票，7号一票，11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3号一票，6号一票，7号一票，8号一票，1号一票，3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7号一票，8号一票，11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5号一票，6号一票，9号一票，10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6号一票，11号一票，1号一票，3号一票，6号一票，8号一票，10号一票，11号一票，6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3号一票，7号一票，9号一票
11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3号一票，4号一票，5号一票，1号，对不起，2号一票，5号一票，6号一票，7号一票，8号一票，10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3号一票，5号一票，7号一票，8号一票，1号一票，3号一票，5号一票，7号一票，9号一票，11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3号一票，4号一票，5号一票，6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3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9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3号一票，4号一票，5号一票，7号一票，3号一票，4号一票，7号一票，10号一票，1号一票，3号一票，8号一票，9号一票，10号一票，11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3号一票，4号一票，5号一票，6号一票，2号一票，4号一票，9号一票，1号一票，3号一票，5号一票，6号一票，8号一票，11号一票，3号一票，5号一票，6号一票，7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3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9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5号一票，6号一票，9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3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7号一票，1号一票，6号一票，7号一票，1号一票，6号一票，7号一票，8号一票，9号一票，4号一票，5号一票，6号一票，7号一票，8号一票，9号一票，2号一票，3号一票，5号一票，7号一票，8号一票，10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3号一票，4号一票，5号一票，6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3号一票，5号一票，7号一票，8号一票，1号一票，3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7号一票
9号一票，1号一票，3号一票，5号一票，6号一票，9号一票，11号一票，1号一票，3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9号一票，11号一票，1号一票，3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7号一票，11号一票，1号一票，3号一票，4号一票，5号一票，6号一票，9号一票，3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7号一票，8号一票，9号一票，1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8号一票，10号一票，11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3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9号一票，8号一票，11号一票，2号一票，3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7号一票，8号一票，1号一票，3号一票。这个到底哪一个？这个没有。2号一票，3号一票，4号一票，5号一票，7号一票，9号一票，1号一票，5号一票，6号一票，7号一票，8号一票，9号一票。等一下，换一张。好了吗？1号一票，2号一票，3号一票，4号一票，5号一票，9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3号一票，5号一票，6号一票，8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3号一票，4号一票，7号一票，8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6号一票，7号一票，8号一票，1号一票，3号一票，5号一票，7号一票，8号一票，9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3号一票，4号一票，5号一票，9号一票，1号一票，3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9号一票，1号一票，3号一票，4号一票，5号一票，6号一票，7号一票，5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3号一票，7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3号一票，4号一票，5号一票
6号一票，1号一票，11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4号一票，8号一票，9号一票，10号一票，3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3号一票，6号一票，10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3号一票，5号一票，6号一票，9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3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7号一票，1号一票，3号一票，4号一票，9号一票，1号一票，2号一票，3号一票，4号一票，5号一票，6号一票，1号一票，3号一票，4号一票，5号一票，7号一票，10号一票。差不多了。再喝一口，剩下2个，差不多了。没。1号一票，3号一票，5号一票，7号一票，9号一票，10号一票，4号一票，9号一票，11号一票。唱票完毕。唱票完毕。喂，好，各位兄弟姊妹，这点要来公布头挂咱抢票以及统计的这个票数。照咱头挂所讲的，过半数是82票，82票。大成一则公布长老的选举，王立泰98票，简成140票。感谢上帝，通过选举来呼召因两位成做未来的长老，一只咱拍谱啊！感谢上帝。好，接续小共款，这次过半数是82票。第一位黄文光119票，第二位黄腾义73，林嘉禾101，刘廷圭73。萧素娥78，陈素妍78，来更正，陈素妍91，赖建义80，
黄约瑟55，叶立义61，蔡乃平31，李正玉35。所以头挂有超过82票的，有几位？有3位啦，吼。好，分别是即个黄文光，以及林家和，以及陈素妍，咱拍谱啊，甲因恭喜，感谢上帝。好，互阮中了一只所款一个，等下要来进行第2摆即时的投票。第2摆即时的投票。对。第2轮的票在哪？好来，咱的便当客啊吼，迄个阿爸先扛起来者，等下要再出来投票啊吼。便当客啊，阿爸先扛者。哎，各位兄弟，牧师一只小可来报告，咱即马即时已经选出几个？3个，所以咱煞只倒要选出3个，对无？假使讲第2轮的时阵，犹原选无出3个，安尼第3轮的时阵会将名单缩小，只有4个来选，安尼讲听有意思，会出真数。姓名会取前4名，缩小人数，这样子来选。我的讲一摆，如果第2轮仍旧没有选出3位的话，那么在第3轮将要缩到4位来选出3位的候选人，这样听得懂了吗？好，缩小人数，好，所以请我们把握，请咱把握第2届投票的这个机会。是。没有，当然不是，以此类推。缺额加一，好，了解。来，牧师头我更正一下啦，吼，头我牧师意思是讲，第2轮若是3个都无选出来，第3轮就要只有4个来选。纵使你第2轮小共款有选出1个，剩2个爱选，安尼第3轮就是缩小，剩3个来选，安尼讲听有啊？有。哦，缺一补二啦，吼。好，来，咱开始抢名。哎，你们票好了吗？哈，可以了，好，可以准备发票哈。好来，准备要来第2个投票。来，咱是以发票数的半数来做决定。
我们是以发票数的半数来决定。好，好，这次最高只能选3个哈。来，我们开始唱，我来唱名哈，叫你名来台前领票。王浩杰、邱慧玲、陈秋花、赖建成、刘佩君、萧素娥、杨卓华、陈碧莲、刘惠美、黄碧霞、彭信燕、苏优年、赖秋美玉、赖建义、黄淑慧、黄约瑟、赖冠飞、郭玉娇、曾美云、陈维民、吴秋红、林富祥、叶淑美、陈建州、陈玉棉、郑雨彤、潘瑞琼、蔡以如、黄嘉怡、黄腾毅、赖义玲、黄亮渊、王秀燕、蔡俊煌、潘以文、萧慈敏、陈根志、郑欣怡、于继平、于弥月、卓丽兰、陈秋杏、彭秀芬、黄月珍、林嘉文、蔡素莲、苏红梅、宋水泉、李应灿、蔡秋慧、陈瑞香、刘俊龙、吴丽玲、罗庭轩、蔡乃平、陈美桃、吴美惠、黄庭玉、李金美、张正义、陈祖德、庄淑丽、林炳宏、陈淑贞、陈怡亨、周雪梅、曾月凤、张富国、林素慧、陈柏言、郑雅雅、黄李秋香、李修蕊、吴传兴、周慧珠、彭家富、陈淑贞、张伯钧、苏怡玲、柯明伟、廖慧英、柯怡婷、柯宏斌、郑凤阁、吴秀娥、蔡锦之、
何义庭、何怡珍、戴怡卫、卢敏珍、李曼英、林继英、潘秀义、张玉燕、吕淑霞、闵韵如、李卓越珠、李卓越妹、任珍妮、李文圭、贾珍、苏丽美、简成、简除桂花、赵淑英、林嘉禾、陈世云、穆桂英、林武雄、叶立义、陈庭贤、张雅敏、郑惠美、周黄美香、陈美智、简汝嘉、李庆章、简秀柱、黄朝勇、庄玲蓉、黄慈辉、李正义、朱美玲、李正玉、谢旭升、谢明俊、谢家珍、戴玉燕、林丽玉、陈慈、林素珠、陈正清、李茂成、蔡美娟、林瑞淑、刘阔辉、庄巧妍、薛丽华、陈佳瑶、林漳州、吴丽云、梁凌雄、蔡锦业、黄传俊、温立竹、刘泰山、沈雅莹、田丰春、陈素妍、赵美珠、许丰恩、梁慧玲、萧朝选、陈之妙、李娟秋、刘生祥、于美莲、陈郭晶英、吴秋敏、吴慧婉、尹丽芳、彭玉锦、叶华云、宋继堂、林春美、吴文仁、黄玉佩、黄专文、李延慧、王怡礼、宋玉英、胡翠萍、许寒顺、黄维斌、徐丽凤，有没有没叫到名字的？来，敢有人？你有签名吗？你是现场无带你抢到名的，爱先来报道，有啊要先到前面哎
签名报道签过了是。吧？他签过了哈。好 ，OK， 签过了哈。好。有叫到他名字，收幼年有叫到他名字，有叫到。好，这碟东港要来统计票数。好来，各位兄弟姊妹，透过发出去的选票129张129张，收回129张，所以等的过半数是65票，65票。现在要来唱票。开始唱票。
5号1票。5号1票，8号1票，9号1票，2号1票，4号1票，7号1票，4号1票，8号1票，11号1票，2号1票，7号1票，9号1票，2号1票，4号1票，9号1票，2号1票，5号1票，2号1票，4号1票，9号1票，4号1票，7号1票，8号1票，2号1票，4号1票，7号1票，7号1票，11号1票，2号1票，4号1票，7号1票，2号1票，4号1票，5号1票，9号1票，2号1票，8号1票，10号1票，2号1票，4号1票，9号1票，2号1票，7号1票，8号1票，8号1票，11号1票，7号1票，8号1票，4号1票，2号1票，5号1票，9号1票，9号1票，10号1票，2号1票，7号1票，9号1票，4号1票，5号1票，7号1票，2号1票，9号1票，4号1票，7号1票，9号1票，5号1票，7号1票，8号1票，4号1票，7号1票，2号1票，2号1票，4号1票，7号1票，8号1票，10号1票，11号1票，5号1票，8号1票，11号1票，4号1票，5号1票，7号1票，9号1票，10号1票，11号1票，2号1票，4号1票，5号1票，2号1票，4号1票，9号1票，2号1票，7号1票，11号1票，7号1票，4号1票，5号1票，8号1票，4号1票，5号1票，4号1票，9号1票，11号1票，8号1票，11号1票，2号1票，4号1票，7号1票，4号1票，9号1票，2号1票，5号1票，10号1票。来，咱兄弟姊妹，咱的声量较细声吼，因为咱即马咧抢票，咧统计，我们音声要小声一点哈。好5号1票，9号1票，11号1票，2号1票，5号1票，7号1票，9号1票，4号1票，5号1票，9号1票，4号1票，7号1票，8号1票，5号1票，7号1票，8号1票，9号1票，11号1票，4号1票，2号1票，4号1票，5号1票，4号1票，7号1票，8号1票，2号1票，5号1票，8号1票
2号1票，5号1票，9号1票，2号1票，10号1票，7号1票，10号1票，11号1票，2号1票，9号1票，10号1票，7号1票，8号1票，9号1票，2号1票，4号1票，9号1票，4号1票，5号1票，7号1票，2号1票，4号1票，5号1票，7号1票，2号1票，4号1票，5号1票，11号1票，2号1票，7号1票，9号1票，2号1票，4号1票，8号1票，5号1票，7号1票，9号1票，5号1票，7号1号，8号1票，9号1票，11号1票，5号1票，8号1票，9号1票，2号1票，7号1票，8号1票，2号1票，4号1票，5号1票，2号1票，4号1票，5号1票，8号1票，9号1票，11号1票，7号1票，8号1票，9号1票，2号1票，4号1票，7号1票，9号1票，7号1票，8号1票，9号1票，5号1票，7号1票，8号1票，2号1票，5号1票，8号1票，9号1票，7号1票，8号1票，10号1票，4号1票，5号1票，7号1票，7号1票，9号1票，10号1票，2号1票，4号1票，5号1票，2号1票，9号1票，4号1票，5号1票，9号1票，4号1票，7号1票，9号1票，8号1票，10号1票，11号1票，2号1票，2号1票，9号1票，2号1票，9号1票，10号1票，4号1票，5号1票，7号1票，4号1票，5号1票，9号1票，2号1票，8号1票，11号1票，2号1票，4号1票，7号1票，11号1票，4号1票，7号1票，9号1票，7号1票，9号1票，7号1票，9号1票，10号1票，2号1票，5号1票，10号1票，5号1票，7号1票，8号1票，5号1票，7号1票，8号1票，4号1票，5号1票，7号1票，7号1票，2号1票，5号1票，2号1票，4号1票，9号1票，5号1票，7号1票，11号1票，9号1票，11号1票，2号1票，4号1票，7号1票，2号1票，4号1票，7号1票，2号1票，5号1票，7号1票，9号1票，11号1票
10号一票，4号一票，7号一票，11号一票，5号一票，8号一票，9号一票，2号一票，4号一票，5号一票，4号一票，5号一票，7号一票，5号一票，7号一票。唱票完毕。安尼，你先讲一下前4名前4名，对，最高票。好，各位同工啊，自咱抢票统计了后，有关这次第2轮的这个投票，头果咱发出的票是129张，然后收回129张，所以过半数是65票。所以头果同意第2轮是51票，停过第2轮50票。数额第2轮45票，建议第2轮54票，约瑟第2轮32票，利益第2轮46票，乃平15票，郑玉22票。所以咱接下来要来进行第3轮的这个选举，第3轮的选票。啊，头果有讲过，咱第3轮要出前4名来投票。所以即马剩第2号黄腾义，第4号刘廷圭，第7号赖建义，第9号叶立义，剩这4个，咱备办心，来这个投票。对。来，出前4名，但是小同款选3个，哦，取前4名，但是一样是选3位。好，伫遮下中乐同工去准备的时阵，牧师带咱倒一届做伙来祈祷，咱做伙倒一届来祈祷。亲爱天父上帝，恳求你。虽然时间真久，总是恳求你的信心帮助阮，犹原用祈祷的心、肃穆庄严来进行最后一届的投票。愿主上帝你的信心感动阮的心，将你感动阮的成做阮的选票，互阮知影讲，上帝你对阮教会内底有呼召啥人出来成做同工。愿主来备忘阮的心，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OK 哈，好来，我来叫。这个，来，我来抢名，抢着名的来头前领选票。王浩杰、邱慧玲、陈秋花、赖建成、刘佩君、萧素娥、杨卓华、陈碧莲、刘惠美、黄碧霞、彭信燕、苏优年、赖秋美玉、赖建义、黄淑慧、黄约瑟、赖冠飞、郭玉娇、曾美云、陈维民、吴秋红、林富祥、叶淑美、陈建州、陈玉棉、郑雨桐、潘瑞琼、蔡以如、黄嘉怡、黄腾义、赖义玲、黄亮渊、王秀燕、蔡俊煌、潘以文、萧慈敏、陈祖德、庄淑丽、林炳宏、陈淑贞、陈怡亨、周雪梅、曾月凤、张富国、林素慧、陈柏言、郑雅雅、黄李秋香、李秋蕊、陈根志、郑欣怡、于继平、于明月、简丽兰、陈秋信、陈秀芬、黄月珍、林嘉文、蔡素莲、苏红美、宋水泉、李应灿、蔡秋慧、陈瑞香、刘俊荣、吴丽玲、罗庭轩、蔡乃平、陈美桃、黄吴美惠、房廷玉、李金美、张正义、林漳州、吴丽云、梁林雄、蔡锦业、黄传俊、温立竹、刘泰山、沈雅莹、田丰春、陈素妍、赵美珠、许丰恩、梁慧玲、萧朝选、陈之妙、
李娟秋、刘生祥、于美莲、陈郭金英、吴秋明、吴慧婉、尹丽芳、彭玉锦、叶华云、宋继堂、林春梅、李庆章、简秀柱、黄朝勇、庄玲荣、黄慈辉、李正义、朱美玲、李正玉、谢旭升、谢明俊、叶家珍、戴玉燕、林丽玉、陈慈、林素珠、陈振清、李茂成、蔡美娟、林瑞淑、刘扩辉、庄巧妍、薛丽华、陈佳瑶、李文圭、夏珍、苏丽美、简成、简除桂花、赵淑英、林家和、陈世云、穆桂英、林武雄、叶丽义、陈庭贤、张雅敏、郑惠美、周黄美香、陈美智、简汝嘉、吴传兴、周慧珠、彭家富、陈淑贞、张伯钧、苏怡玲、柯明伟、廖慧英、柯怡婷、柯宏斌、郑凤阁、吴秀娥、蔡锦之、何玉婷、何怡珍、戴怡卫、卢敏珍、李曼英、林继英、潘秀义、张玉燕、吕淑霞、闵玉如、李卓月妹、任珍妮、吴文仁、黄玉佩、黄专文、李延慧、王以礼、宋玉英、胡翠萍、许寒顺、黄维斌、徐丽凤，有没有没叫到名字的？都没有哈？有了哈。好，来签个名。来，签这边。
谢谢，好。OK， 好。好，这是咱即次最后一届的投票啊，好，等下会来统计，好来，咱第三届即次的即个投票，发票数106张，发票106张，收回106，所以第三次过半数是53张，53票。我们现在要来唱票。开始唱票。2号一票，7号一票，9号一票。重来。2号一票，7号一票，9号一票。OK 啊，好来。
2号1票，7号1票，9号1票。对呀、4号1票，7号1票，9号1票。2号1票，4号1票，9号1票。2号1票，4号1票，9号1票。7号1票，9号1票。2号1票，4号1票，9号1票。4号1票，7号1票。2号1票，7号1票，9号1票。2号1票，4号1票，9号1票。2号1票，9号1票。2号1票，7号1票，9号1票。2号1票，4号1票，7号1票。2号1票，4号1票，7号1票。4号1票，7号1票，9号1票。2号1票，4号1票，7号1票。4号1票，2号1票，4号1票，7号1票。9号1票，9号1票。喂，这个投谁啊？这个没有。好的。7号1票，7号1票。2号1票，7号1票，9号1票。4号1票，7号1票，9号1票。4号1票，7号1票，9号1票。2号1票，4号1票，9号1票。9号1票。2号1票，7号1票，9号1票。2号1票，4号1票，9号1票。4号1票，7号1票。2号1票，4号1票，7号1票。4号1票，7号1票，9号1票。2号1票，4号1票，7号1票。2号1票，4号1票，7号1票。2号1票，7号1票，9号1票。2号1票，4号1票，7号1票。7号1票。2号1票，4号1票，7号1票。2号1票，4号1票，7号1票。7号1票。2号1票，7号1票，9号1票。2号1票，4号1票，9号1票。2号1票，7号1票，9号1票。4号1票，7号1票，9号1票。2号1票，7号1票，9号1票。2号1票，4号1票，9号1票。7号1票，7号1票。2号1票，4号1票，7号1票。7号1票，9号1票。7号1票。2号1票，7号1票，9号1票。2号1票，4号1票，7号1票。2号1票，4号1票，7号1票。7号1票，9号1票。2号1票，4号1票，7号1票。9号1票。2号1票，7号1票。9号1票。9号1票。2号1票，7号1票。9号1票。2号1票，4号1票，7号1票。4号1票，7号1票，9号1票。2号1票，4号1票，7号1票。4号1票
7号1票，9号1票，4号1票，7号1票，9号1票，2号1票，7号1票，9号1票，7号1票，9号1票，2号1票，7号1票，9号1票，7号1票，2号1票，4号1票，7号1票，2号1票，2号1票，4号1票，9号1票，2号1票，7号1票，9号1票，2号1票，7号1票，9号1票，4号1票，7号1票，9号1票，4号1票，7号1票，9号1票，2号1票，9号1票，2号1票，4号1票，7号1票，2号1票，4号1票，7号1票，2号1票，7号1票，9号1票，2号1票，4号1票，9号1票，4号1票，7号1票，9号1票，2号1票，4号1票，7号1票，2号1票，4号1票，7号1票，2号1票，7号1票，9号1票，2号1票，7号1票，2号1票，4号1票，7号1票，9号1票，4号1票，9号1票，2号1票，4号1票，9号1票，9号1票，2号1票，4号1票，9号1票，2号1票，4号1票，4号1票，7号1票，9号1票，2号1票，2号1票，9号1票，7号1票，2号1票，7号1票，9号1票，唱票完毕。各位兄弟，咱通过这次第3轮的这个投票，牧师直接来报告：2号黄腾义61票，4号刘廷圭52票，7号赖建义71票，9号叶立义60票。所以第3轮有选出3位，分别是第2号黄腾义61票，以及7号赖建义71票，以及9号叶立义60票。今仔日咱的投票选举就到这。没出个 yes，好。
感谢主吼，咱选举了啊，大家即摆来继续，牧师要总报告一下。好，来，报告。牧师倒一只重新宣布一解，今仔日的长老的选举，两名拢有受到上帝呼召，分别是简成甲王立泰，咱拍谱啊，感谢上帝。过来就是这次的这个选举，分别选出6位：1号黄文光，2号黄腾义，3号林家和，6号陈素妍，7号赖建义，9号叶立义。感谢上帝，互咱选出。伫等下下晡的中执会，咱伫1点半7公1教室来举行。以上。咱来上映402首，恳求主，你因带我脚步。咱请咱起立吟全首。恳求主，你因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恳求你甲我保护，假使我会影听你是正，在我搭你遵守你诫命，互我伫黑暗中做坚定，对做因带是袂老，这是我人生迫切毋捌。咱做人要求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信实的相通引带，愿三对上帝你的神常常帮助阮。当阮若受呼召，就认真温群来对主的脚步，形成一人，常常做光顶一个社会，荣光上帝的名。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默祷。请起立，咱来行平安礼。辛苦，谢谢。谢谢，小会啊，该便当的啊，好，701，好，还有讲什么？今仔日受选新任的长老甲执事，爱列席这个中执会。新选上的长老及执事要列席今天的长执会。报告者吼，小会员的便当伫701吼，请到701吼用便当。
可能会上去一下，我会上去一下。